學咗正念返到屋企就冇辦法保持啦，咁點算呢？好多同學問呢，我學咗正念返到屋企冇辦法保持點算啊？其實呢，腦科學而家證實碎片化嗰種正念同樣係有效嘅。係2003年呢，行為神經科學期刊呢，佢就證實每一日累積22分鐘嘅碎片化呢種正念，配合每一次30秒啦，或者5分鐘，我哋如果持續8週，即可以降低皮質醇嘅水平嘅。效果咧等同傳統嘅症狀，咁呢啲係咪好容易呢？譬如話我哋每一日洗碗啦，咁洗碗嘅時咧就係通過感受水流嘅溫度啦，洗嗰個碟摩擦嘅聲音啦，或者觀察下個洗潔精個泡泡啦，或者有啲彩虹嘅光都唔定嘅喎。摺衫啦，咁你可以摺衫嘅冥想，可以用手感受下個布料嘅即係紋路啦，或者對齊嗰個線啦，咁呢度都係一種療愈嘅喎。好啦，如果你有寵物嘅，咁餵貓啦，或者帶住狗行公園啦，咁你要觀察下，哇！啲貓貓狗狗進食嘅時候個節奏啦，咁同埋自己行路個呼吸啊，嗰個頻率啊等等，或者同狗狗好專心咁玩嘅當下，其實你都係好喜悅嘅，咁亦都係正念嘅一種練習。